記得我24歲嗰年啦，體驗咗第一次年薪100萬嘅感覺。我自己團隊拎咗幾次嘅 MDRT， 當時嘅我咧，哇，真係行路有風啊，好似自己係人中龍鳳咁樣，去到邊度咧，啲 spotlight 都打晒自己身上。我係真係覺得自己好勁，人生一片光明。喺同齡嘅人當中，已經跑贏咗99.9% 嘅人。點知有一次喺一個公司嘅交流會上邊咧，我撞到一個大我1年，同樣都係25、26歲嘅經理左右啦。我好奇之下同佢傾下偈，一問之下，點知人哋唔止係 MDRT 喎，仲要係 TOT，即係 MDRT 嘅6倍業績。嗰陣時嘅年薪已經超過咗500萬港紙，仲有一條比我大好多個 team。嗱，嗰一刻個感覺咧，我真係唔好識形容啊！個心好似揦住咁樣，由天堂跌落凡間。之前咧有嘅所有自豪感啊，突然間都化為烏有。你係咪有時都會覺得好攰？明明好努力咁跑，但總係覺得人生嗰啲嘢好似卡住咗咁樣。你可能會諗，係咪自己唔夠叻呢？唔夠人有天分？其實好多時候真正阻礙你嘅唔係外在嘅困難，而係你心入邊嗰個無形嘅敵人，我哋叫做內耗。我會透過2個我親身經歷嘅故事，一個咧就係發生喺我22歲啱啱畢業入行嗰陣，另一個咧就係我25歲已經小有成就嘅時候，同你拆解2個內耗嘅陷阱。我希望可以同你分享點樣將呢啲負面情緒轉化成我內心成長嘅燃料，幫你揾翻內心嘅平靜同埋力量。好，我哋即刻進入正題。講起內耗咧，有一樣嘢咧係成功人士從來都唔會做嘅，就係過分在意他人嘅評價。嗱，時間翻返去12年前啊，我22歲啱啱喺中大畢業，當時嘅我咧滿腔熱血，覺得自己後生仔大把世界，同時間咧都有少少興奮同埋不安啊，因為嗰陣時咧我揀咗一個好多人覺得唔應該嘅行業，就係保險業啦。其實當時咧自己我都心裏有數啦，知道肯定會面對外界好多唔同嘅眼光啦，同埋質疑。咁記得有一次咧，我放工着住西裝咁樣去帶隊啦，嗰陣時我係一隊中學籃球隊嘅教練。咁點知咧，我嘅對手咧係我以前打青年軍嘅時候嘅籃球教練喎。咁打完場波同握手嗰陣咧，點知佢同我講：喂 Adrian， 你做咩着到咁靚仔啊？成副老西咁嘅。咁我梗係直接同佢講啦，我啱啱放工啊，我而家翻緊保險。啊，但係點知咧，佢望住我件西裝，由頭到尾咁望咗幾眼，然後個眼神帶有少少嘅不屑，之後同我講：係玩具啊？嚇，你做咩搞啲咁嘅嘢啊？你唔係中大畢業嘅咩？嗱，嗰一刻咧，22歲嘅我咧真係呆咗嘅，我仲即刻答佢：係啊，我真係做保險啊，我覺得幫到人啊嘛，有咩問題啊？然後佢答我：幫人？你唔好諗住幫我啊，我呢世人唔使人幫嘅。嗰一刻咧，我真係呆咗嘅，我心諗其實我都係做緊一份正當嘅職業啦，點解要俾人咁樣嘅唔尊重呢？嗱，我嗰陣時好想反駁，好想解釋我做緊嘅係一份有意義嘅事業，但個腦咧突然間空白咗，一句話都講唔出口啊！直到今日，我入行已經超過12年啦，我仲記得嗰刻嘅感覺。其實嗰日翻到屋企咧，我都開始有少少質疑自己。啊，其實自己係咪真係揀錯咗路呢？係咪真係會俾人睇唔起呢？嗱，呢種自我質疑嘅感覺咧，都幾折磨人，甚至乎到我而家呢一刻咧，都仍然冇忘記過嗰種感覺。但係點解當時我冇俾呢句説話打沉呢？係因為我心底入邊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我好深信一個專業嘅保險代理人可以為佢自己同埋佢嘅客戶創造一個雙贏嘅局面。嗰陣時聽到我 Sir 咁講咧，反而有一份不服氣啊，好似一粒火種咁樣，反而燒得更加旺盛。我將佢咧轉化為默默努力嘅動力。結果1年之後，我又喺另外一個公開嘅球場上面見到呢個阿 Sir。嗰陣時咧，我已經完成咗第一次嘅 MDRT，仲升埋職添。咁因為我好記得呢件事，我特登咧走埋同我阿 Sir 講，我話：喂，我仲做緊保險啊，我仲升埋職添啊！我點知咧，估唔到佢態度180度轉彎，由一個好輕視變成好奇，甚至乎最尾咧仲成為個客人添。喺嗰日之後咧，我會明白過分在意他人嘅評價會係一個嚴重嘅內耗，因為人哋把口唔會為你人生負責嘅。其實好多時候，人哋嘅意見咧，都係源於佢哋自己嘅偏見。佢哋講完就走，但係你嘅人生就要為佢呢種咁無謂嘅説話而埋單，不斷喺個心入邊不斷咁碌，不斷咁質疑自己。調翻轉咁諗，如果當日有一個平行時空，當日我因為呢個阿 Sir 講完之後，我質疑自己，最後選擇離開咗喺保險行業，今日佢係唔會有負責嘅。我可能賺少咗10幾年嘅錢，你估佢會補翻俾我咩？梗係唔會啦。所以當你清楚知道自己點解要行呢條路嘅話咧，無論成功定係失敗，都要堅持咁樣行完佢，因為呢個先係為自己人生負責任嘅表現。嗱，你要明白，當你咧係陷入咗好在意他人評價呢個內耗陷阱入邊嘅話咧，就好似你俾錢請咗個免費嘅差評師入咗你個腦咁樣，佢每日不斷咁喺你嘅耳邊講啲負面嘢，不斷咁消耗緊你嘅意志力同埋你寶貴嘅精力。嗱，呢啲精力咧，本來可以用嚟咧做喺更加多有意嘅事情上邊嘅喎，例如專注學嘢啦、提升技能啦、服務呢啲客啦，但偏偏你就因為人哋講嘅説話咧，白白咁樣浪費咗。咁點樣可以避開呢個陷阱呢？第一，你應該建立自己嘅價值判斷系統，你要好清楚自己做緊乜，
點解做，有咩價值。佢就好似你揸車有自己 GPS 咁樣，你設定咗個目的地，知道點行，外邊嘅人指手畫腳，話條路唔啱，你都唔會咁容易動搖，因為你相信自己嘅 GPS。第二係要學識過濾雜音，你嘅耳仔咧又好似一個漏斗咁樣，要識分辨邊啲係建設嘅意見，邊啲咧係無謂嘅閒言閒語。對於後者，你要學識左耳入右耳出，你唔需要回應所有嘅質疑，你嘅行動同埋結果就係最好嘅證明。而第三就係專注喺一啲可以控制嘅範圍入邊，你控制唔到人哋點樣講，但你控制到自己點樣做，將精力放喺自己嘅努力同埋成長上邊，你嘅進步最尾會幫你塞住所有質疑你嘅嘴。好啦，咁我講完我22歲嘅清潔故事，而家咧我想講下我25歲嗰陣，以為自己好掂嗰陣時咧，點知又跌入咗另外一個更加深嘅內耗陷阱。嗱，呢個陷阱咧，其實基本上咧係每一個有上進心嘅人都可能會遇到嘅，就係無止境嘅比較。記得我24歲嗰年啦，體驗咗第一次年薪100萬嘅感覺。我自己團隊拎咗幾次嘅 MDRT， 當時嘅我咧，哇，真係行路有風啊，好似自己係人中龍鳳咁樣，去到邊度咧，啲 spotlight 都打晒自己身上。我真係覺得自己好勁，人生一片光明。喺同齡嘅人當中，已經跑贏咗99.9% 嘅人。點知有一次喺個公司嘅交流會上邊咧，我撞到一個大我1年，同樣都係25、26歲嘅經理左右啦。我好奇之下同佢傾下偈，一問之下，點知人哋唔止係 MDRT 喎，仲要係 TOT，即係 MDRT 嘅6倍業績。嗰陣時嘅年薪已經超過咗500萬港紙，仲有一條比我大好多個 team。嗱，嗰一刻個感覺咧，我真係唔係好識形容啊！個心好似揦住咁樣，由天堂跌落凡間。之前咧有嘅所有自豪感啊，突然間都化為烏有。雖然咧我係冇講出口啊，但我身邊開始有啲妒忌啊、唔開心，甚至乎難以接受，甚至乎之後咧喺公司我都會避開，唔係好想見到佢嘅。我唔想再聽到佢嘅消息。嗰種自己消耗自己情緒咧，其實都幾折磨人。哇，個腦不斷咁諗，哇，佢大我1年啫喎，我已經好勁㗎啦，點解佢仲可以比我行得更加快咧？呢種內耗咧都持續咗一段時間，直到有一次咧，我睇書嘅時候見到 Charlie Munger 講嘅説話，或者佢有啲類似咁嘅理念啦。佢話妒忌係最愚蠢、最冇價值嘅情緒。佢就話，就算你貪婪啊，你去偷嘢都起碼拎嗰啲錢翻嚟啊嘛，係咪？但係妒忌咧係完全冇意義嘅，就好似你今日飲一杯毒藥，但係你希望咧毒死隔離嗰人咁樣。呢個理念直情對我嚟講係當頭棒喝，突然間好似點醒咗咁樣。我意識到咧，你妒忌人，人哋唔會變差，你嘅生活亦都唔會變好，你只係喺度懲罰緊自己，而且呢種比較咧根本係個無底嘅深淵，永無止境。你諗下，我個 friend 佢揾500萬，當我揾到600萬，超過佢嘅時候又點？因為我前面總會有啲700萬、800萬、900萬、1000萬嘅人。就算我真係成為咗世界首富，我都仍然可以輕易喺其他範疇度揾到我可以妒忌嘅嘢。一旦開始比較咧，我就永遠都唔會有滿足嘅一日，因為社會上面永遠都比我有更加後生、更加成功、更加有錢嘅人。點解比較係一種嚴重嘅內耗咧？因為比較咧係賊，佢會偷走你嘅快樂同埋進步。每次比較，你都係消耗緊自己嘅能量，製造負面情緒。你只會見到人哋光鮮亮麗嘅一面，睇唔到背後嘅努力、付出同埋你唔知道嘅困難。咁點樣避開呢個陷阱呢？第一，定義自己嘅成功，唔係人哋點睇你成功，而係你自己點樣定義自己嘅成功。你要啲乜嘢對你嚟講係最重要呢？係財富，係健康，係家庭關係，係社會影響力。當你認清咗自己嘅目的地之後，你會發現人哋嘅目的地未必同你一樣，自然咧你就會少咗比較。第二，如果你要比較嘅話咧，同昨日嘅自己去做比較，因為唯一有意義嘅比較對象就係你自己。今日嘅你有冇比昨日嘅自己進步咗少少呢？無論係健康、家庭關係、團隊業績、知識儲備，只要每日進步少少，累積落嚟，你就會有一個巨大成功。你真係唔需要跑贏所有人嘅，你只需要跑贏昨日嘅自己。第三就係將比較咧轉化成學習，見到人哋叻，見到人哋勁，唔係去妒忌，而係學習人哋嘅優點。喂，佢點做到呢？佢有啲咩值得我學習呢？將佢點解咁叻呢個問題轉化成，我有啲咩可以喺佢身上學到呢？呢個問題，你就會發現你嘅視野會更加廣闊，你嘅心態都會更加開放。所以咧，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如果你都想喺呢個競爭咁激烈嘅社會上面穩步上揚，就要記住成功人士咧，從來都唔會去做嘅兩件事。第一，過分在意他人嘅評價。第二就係唔好無止咁樣比較，真正嘅成功其實係一場馬拉松，唔係短跑。最緊要嘅係同昨日嘅自己比較，每日都進步少少，累積落嚟咧就係巨大嘅成功。當你停止內耗，你嘅精力同時間就可以全部咁投入到你真正想做嘅事上邊，你嘅人生自然就會穩步上揚啦。你有冇試過咧曾經俾人一句説話啦，又或者同人比較而內耗不止啊？留言同我講啊，等我哋一齊交流下，你嘅故事都可能可以啟發更加多人㗎。